哦哦哦哦哦哦哦！政国济民享平利，给予台湾平安富贵万万年。我们非常感谢由小朱老师所率队，咱的小朱云艺乐团，会使讲因也传了的泰国。离真侪绿色单位，包括着真侪学校受邀请来做古艺的这个教导，而且代表咱台湾邀请，代表咱台湾去到日本来演出，所以咱是咪再一次掌声欢迎，来感谢。同时咱看到咱台南市议员咱台南市南区咱的市议员蔡淑慧议员也来到会场，来欢迎，谢谢。谢咱胜利广播公司董事长李林威李董事长。来，谢谢吉祥广播电台李董事长，谢谢。台南市剑桥犯罪集团董事长许世义徐董事长，谢谢徐董事长，谢谢。咱台湾中华日报咱的前社长，也是咱台南市广播咱的主鲁议员庄松茂庄主委，谢谢，欢迎庄主委。以及咱洪玉清慈善基金会台南的秘书长林文举林秘书长，谢谢。还有咱前议员，咱的邱金东邱议员也来到会场，谢谢。咱的政国济民爱乡连天，过来咱的压轴古意，有关有撼动台南要正义，有我们就选有正义，再都要来云艺乐团的古乐表演。